平安。咱因为王牧师的车帮小可有问题，所以伊即马还袂到咱现场。咱大家提万心，咱等一下就会开始。咱利用这个时间，咱大家会当安静心来思考、来想。咱即礼拜拄着啥物代志，还是咱后壁要行的路，拢由主你安排引带，互咱伫咱头前的路，拢会当去着上帝的带领。今仔日王牧师拄啊好伫交通顶面拄着无拄好，所以会当拄啊伊嘛足紧张啦。咱伫遮嘛，咱嘛提办咱的心来安静。咱即节来开始咱伫下早的礼拜，咱请走到。宣教，因耶和华做伊上帝的迄国有福气，已经选做伊的产业的迄个百姓有福气。即条咱来念圣诗，圣诗246首，圣诗246首，上帝听谈赢过一切，请咱起立并选首。
团圆的创造天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信仰，但是对这性情打开，对这所有安详之事，以不对的乐人来受到，对自己的心看着和领悟，给上帝对象的话，主你，他最团圆的上帝华人。也为了关心话关在心上，我是信心，幸福更大的，幸福生活，最下面就给我另外的话阿门。请坐。即条咱来先开启文，启文第18篇，伫圣诗的后面，也是诗篇90篇，咱做阵来启用。主啊，你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地甲世界，你还未造成。你互人归土。因为一日看1000年，亲像已经过去的昨日。你亲像用大水甲伊流去，伊亲像草，早起时无生。因为阮对你的受气来消灭，你将阮的罪恶摆伫你的面前。阮的日子拢经过伫你的大受气。阮一生的年日是70岁。总是其中所夸口的，不过是劳苦忧愁。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耶和华啊，要到几时呢？求你倒转。求你早起时用你的慈爱，互阮满足。求你照你苦楚阮的日，叫阮拄着患难的年。愿你所做对你的路国显现。愿主阮的上帝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一声，阮的手所做的工，愿你保佑。叫咱三甲压头来祈祷。阮伫天里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伫即3年外年代，阮拄着侪侪疫情，致使阮身边真侪的亲人朋友拢来离开阮。毋过阮犹原相信，这一切拢是主你的旨意，主你所应允的。阮也将阮未来的人生交代伫主你的手中，主，伊拢要亲自来带领阮，引带阮。阮只要将阮的心灵完全来交代互主你，主你一定会来甲阮引带阮头前的路。阮盼望阮每一个人，每一天虽然拄着足侪艰苦的代志，毋过阮的心犹原会当平安，因为阮有对主你来安慰。主你时常会伸你的圣手来扶持阮。阮祈祷无够的，阮是愿要用主你教示阮的主导文，安尼来求。阮有天的愿意的，愿意的，愿意的。
17章26节到28节。26节，佮创造万邦的人对一个本源徛起伫全地面，佮甲因和大生定着的时期，甲所徛起的地界。27是要互因找上帝，检采通揣摩来得着。其实伊离开咱逐人无远。28节，因为咱踮伫伊内活、内振动、内支持，亲像恁中间做死的人有话有讲，因为咱遮的也是伊的囝类。即点咱来请圣歌队来赞美。赞美了后，咱要请黄牧师来证道。伊的题目是制作甲记作。
平安，平安，所以大家大家祷告会，大家大家就是敬拜咱上帝，个是按我上帝，是现在咱来到主的敬拜的，所以这是咱敬拜的福气，小主我这种的福分，这是咱大家来的。伊个我的上帝，感谢你，阮了是做人时，一切给你的大事件，耶稣基督来到世间，阮的罪定是嘅，救赎了阮，叫阮今仔日这个福分，真侪上帝的子女，当来到伫你是阮的宝座前敬拜你，愿较无爱要伫主耶稣国外称赞。到主三度，愿你亲自恩阮显明上帝你的心意，要阮伫遮奉为你的话，以真理的顶面扎根，也帮助阮面对着阮大人要进入这个福音的门，真大的一个阻挡，就是有关制作的问题。主啊，阮恳求你帮助阮，通过今日信息，阮了解信耶稣毋是为做传教，乃是人做为宗。由主你一心引带阮明白这个真理，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后礼拜就进入青年，我知影咱的教会。伫这青年节时阵，拢有原有举行这个庆祝父亲的一个礼拜。我相信咱逐个人拢有，拄着这个问题，要带人来信主，人传福音的时阵，真侪时阵拄着一个真大的关卡，就是讲我妈妈要怎样制作的问题。要怎解决？伫咱台湾人的思想观念里面，制作是好歌，毋过咧表达方式，却是甲伊等于讲你就是爱用物件来祭拜祖先，安尼才是友好安尼啦到底安尼是对毋对？这是我今日要甲咱三个做阵来思考的。制作是咱当人好歌的一个表达，是表达一个饮水思源，甲祖先的一个连结，是这拢是真值得肯定的所在。佮伊的方式，却是值得咱来再思。通过今日信息，咱三个做阵来探讨这个问题。孔子讲不知生焉知死，到底这句话对毋对？当人面对着死亡，因为毋知影死是啥物一回事，所以充满了就惊尔。咱当人也当讲是一个真聪明的一个民族，因为咱惊死，毋敢讲死，敬忌讲死。所以咱用往生来取代，咱当然讲即人过往时，咱毋敢讲死这字，咱即人往生是，而且往生即句话非常水，非常正确。咱甲咱讲啥物？对人来讲啊，死毋是对人来讲，毋是死就煞。对人来讲是无人就是讲死就煞。当然就是讲死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所以伊叫做往生，按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所以期待另外一个生命，迄应该是一件真通欢喜的代志。迄应该是一件充满盼望的代志，
但是为什么台湾人期待往生，毋过咧，确实充满了个惊尔。其实，但咱若是毋知影死是怎一回事，咱毋知影死后要去倒位，咱对倒位往生，对往生这条路，毋是毋知影，就是无把握。对到台湾人面对生命终局的时阵，伊就吼惊尔来吓这条。所以，当咱毋知影死是怎一回事的时阵，咱的生就互惊尔控制条的。基督教信仰，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其实伊的用意，是讲咱人是对吧？所以咱毋知死后的代志，所以伊的目的是讲，咱莫去讲遐怪力乱神的代志安尼啦。毋过对于咱基督教的信仰，咱就认讲，你若毋知死是怎一回事，你就毋知安怎活。对于基督教的信仰来讲，死是怎一回事？死是怎一回事？对于咱基督教的信仰来讲，两个形容，一个就是过去，一个是回家嘛。咱困醒时看见天白日，真欢喜。咱是回到阿爸爸咱陪伴睡无闭的天家。所以，当咱知影死是怎一回事的时阵，基督徒面对死亡就毋是惊吓，咱乃是坦然面对，因为咱知影生命终局对咱来讲是充满噩梦的一件代志。你我咱无有一个人对这世界拥有所有权，咱对今生今世拢只不过是使用权而已，而且是暂时的使用权。所以，如果咱生前真打拼、真努力，去赚到真济的家伙财产，甚至赚到全世界，总是你对生命终局，你若毋知影是怎一回事，你毋知要去倒位，对死后的代志，你一点都无把握的时阵，那安尼得到愈侪的产业，得到愈侪的世界，迄个人通讲是愈可怜。为啥物？因为伊爱付出偌侪代价。毋过当伊面对死亡的时阵，伊一无所有，伊三轮空空。所以耶稣讲，人若赚了全世界，丧失伊的性命，有啥物利益？就是安尼嘛。保罗就跟咱讲啊，其实咱今日爱顾念的，毋是看会见，咱乃是爱顾念迄个看袂见，因为看会见的是暂时的，看袂见的才是永远的。也是安尼。咱真来先来思考，真现实的问题，到底伊死后噩梦去倒位？咱过往的祖先到底是去倒位？一般的，咱说，伫遮的宗教信仰内面，咱怎个当得一几项？去阴间，所以对人人来讲是错，因为死后就是到阴间，伫遐吃汉椒布兰度日嘛吼，哇，伫遐伫遐修炼，伫遐摇号，然后爱活伫
个子孙爱祭拜，伊才有办法食，啊，然后爱伫遐甲超度，哦，啊40工了，完了的时阵哦，检在伊就安尼，哦，上西天啊，是搁去轮回安尼啦吼。好，咱就是讲做伫阴间了后超度，上西天。毋过咧，对于咱台湾灵感信仰来讲，伊就是所谓去西天，伊照常烦恼惊时阵啊，若无甲祭拜，伊嘛是共阮妖。若安尼，迄敢叫做极乐世界咧。哦，反正你若是需要第二朝子孙甲你做啥物，哦，供应你啥物，你才有通得到满足饱足的。迄个所在绝对毋是叫做极乐世界嘛，敢毋是咧？哦，好，有诶状况信用，是有人讲我着迄个过来去轮回安尼啦吼，过来去轮回。毋过咧，轮回对咱人来讲，嘛毋是啥物好消息咧。轮回对咱来讲是愈绝望诶代志啊，因为啊，轮回敢会去轮回做咱诶公嘛？一定是轮做子孙嘛，敢毋是咧？一定是轮做咱诶后代去啊，敢毋是咧？哦，而且毋知要轮对啥物款诶种族、啥物款诶语言、啥物款诶皮肤、啥物款诶代，甚至连啥物款诶动物，拢毋知影咧。所以轮回对咱当人来讲诶时阵吼，迄应该是搁较毋是咱所爱诶嘛。若讲之后，哇，就转去梦内面咧，哇，就是偌好诶风水，偌好诶地理，偌好诶环境，毋可能，你一个人全拢一直伫梦内面，迄敢咱所爱？我想，迄嘛毋是咱，毋应该是咱所喜爱，永远徛伫诶所在，敢是？好，当然最少一个。咱普遍对一般人，即马慢慢有宗教，信仰有宗教，信仰讲就是要来做上天堂吼，变做天使伫天堂内面安尼啦，是。若是如果照咱所期待，去诶所在是天堂，当然咱搁较免烦恼食清气，敢是？好，这是咱一般伫当人所面对的。不管伊就是讲以前伫倒位，通常拢共阮布一个君亲帝国的观念，就是讲爱子孙祭拜，伊才会当毋免变做孤妖怪。即种观念才伫咱台湾人。的思想内面已经群亲帝国安尼，也安尼，你到当要同福音要传信主的时阵，常常拄着真大的一个阻碍，就是讲父母是外人，长辈反对安尼。若搁有诶搁较好一面就讲等下阮父母过往了后，我才来说你安尼啦吼。有个人伊就安尼讲安尼吼，毋过当然安尼伊是讲莫互父母操心啦吼，莫互父母讲不好安尼啦吼，莫互父母烦恼讲伊将来是死了的时阵无人家祭拜食清明要安怎安尼啦吼，毋过着安敢叫有一个比如讲。原来你真善车手，住伫迄个破糟厝内面安尼，你是要趁着钱啊？但若靠遮买大间个豪宅，住伫豪宅。请问你敢会讲因为阮父母都惯势破庄骹迄个地厝破送人个地厝然后我就是一直甲阮父母做阵等于庄骹住迄个破送人个地厝安尼听有甲阮父母过身了时阵我才来住那口豪宅，咱敢会安尼做？
咱干嘛呢做？袂嘛，吼，咱敢会想讲赶紧接咱爸母来拿口才甲咱做阵大，哦，若无上无就爸母若毋肯来甲咱大时，上无咱嘛装开迄个厝，咱家关都较好势，敢毋是安尼咧？是啊，所以到做叫我靠爸母过往了的时阵吼，我才会心想说，其实这实在是。大家在输的所在啦，吼，有真济，来个平心时刻的一个所在。好，不，我接下来讲伊，制作的用意是啥物？传统制作的用意，其实有伊值得你肯定的所在。伊的生命性，传统认为制作有延续祖先生命的一个象征，达到甲祖先连结、薪火相传的一个意义。我想这第二，伊有伊的文化性质。制作是传统儒家孝道慎终对远的一个表达。控制讲生视之以礼，实仗之以礼，祭之以礼，这是儒家的孝道的表达，这也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中国的一个文化安尼所以这嘛是大家肯定的代志。第三，有伊的家族性制作伊包含着真高的一个家庭观念，伊也是组织家庭的一个快乐、团结、宗亲的一个表现。所以咱伫当人内面，所有的遮个庆典也好、欢喜的代志也好，差不多上重要的一个仪式就是拜祖先，拜祖先安尼就是讲表达。甲祖先的一个关系比如讲咱大新妇啦啥物啦，拜祖先就咱甲祖先讲咱的家族佫加一个新人安尼是这是一个迄个凝聚家庭力量团结咱宗亲的一个表现。它生命性、文化性、家族性，这是传统制作咧表达的意义。这三种符合圣经的价值完全符合圣经的价值。对，咱看今仔日圣经内面，你讲耶稣的族谱，你看耶稣的族谱，伊就是该建结到的犹太人祖先，所有遮个大先祖养啊咧，甚至咧会到亚当后啊，迄是你甲咱讲，咱甲祖先的一个连结，所以。伫圣经内面嘛，真重视一种迄个族谱，通过耶稣的族谱，咱嘛是鼓励咱基督徒的家庭，咱有咱家己的一个族谱，是，迄嘛是一种文化的一个表达，伫咱文化内面，因真重视迄个家庭的关系，所以因的连祖，拢记甲迄个真清楚，所以因咧讲迄个上帝是因。一声就将三个因上名的祖先甲搬出来，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我说这嘛是犹太人因真重视因祖先的一个文化，你看犹太人因真重视迄个家庭的团聚，所以这些拢是真符合咱的信仰。咱咱接受的是啥物？宗教性，制作伊行为有真强的一个亡灵崇拜，亡灵崇拜，人惊家己的祖先变成做孤魂野鬼，影响着家庭的繁荣，是迄个平安，所以伊就无拜祖先袂使干，所以即摆孝道我感觉真。为孝道就像，即摆当人咧制作到底是孝道较济，
还是惊祖先来讨食较济，来惊祖先来狡诈较济，搁伤较济？来，请你回答看觅。即摆就恁了解吼，一般伫咱厝边底啊，即无信准，到底因咧拜祖先是啥？孝道较济，还是惊讲无拜祖先会来狡诈较济？当然，咱袂当可以讲有孝道是，但是历史上，就我的理解，是惊祖先来狡诈的成分搁较济。所有你若讲做家庭出问题、事业出问题、家庭无平安啊，还是讲事业去求神问卜吼，99%拢甲你讲两个原因啦。公妈妈来咧讨食啦，伊要卡着伊要啦，安尼啦。我有当时咧想讲吼，做大人公妈妈是足歹做的，你看，当你拄着代志的时候，当代志拢赖公妈妈。制作原本是一条情绪孝道，饮水思源，甲历代祖先一个连结的一个表达，孝敬祖先，甲历代祖先一个连结的表达。毋过，即摆咱伊当即个民间信用内面的时候，竟然转移成做，我若有拜祖先的时阵。祖先就变孤野鬼，祖先变孤野鬼，当然就叫做不好，子孙啊就叫做不好。另外着你若无拜祖先，迄个祖先公妈就来甲你交叉，就互你无平安，安尼嘛。即摆出演变成做是安尼，所以变成讲孝道，你就是一定爱拜祖先，你若无拜祖先，你就叫做不好。安敢对？安敢对？我想你，迄安尼不应该是对的嘛？咱讲定义一个啥物叫做好学生？好学生敢一定爱考到台湾大学才叫做好学生？毋是嘛？不应该是安尼嘛？不应该说你就是一定爱安那。你就是一定爱甲考了台湾大学一样，安尼才叫做好学生，毋是嘛？今日无形中咱台湾伫即种即个制作内面就是一个思维内面，已经将拜祖先定义是叫做孝道。我想这是真值得咱大家来思考的所在。其实，将拜祖先，甲伊当作是孝道，有真济值得再思的所在。而且咱台湾人认为讲制作，部分人拢有咧制作，不过制作的人因嘛大部分的人，因拢相信不能会。其实制作。甲认为，这中间有真济的矛盾冲突。祖先敢真需要食？我有一段时间伫美国学会，有一个我的委员甲我讲，我去教会拢是咱台湾人早期的留学生，留学生因拢已经伫事业啦，拢真有成就所以伊就开始迄说是迄个北国民时代，所以因拢接近的地母到美国去大安尼，所以伫咱台湾人到2000年的时阵一般的台湾人无信主的人，因嘛会接台湾的方向去墓园内面去陪墓安尼啦咱知影台湾的清明甲过偌济，拢差不多共伫4月初这个时间安尼啦美国人因虽然都叫做陪墓，
但是因有缘有因孝念因祖先的方式甲日子，通常美国人因拢是过活节，有缘去墓孝念因的祖先安尼。所以迄清明甲过活节他们上时间安。我迄回家讲说，师你敢知影？我迄同事昨甲我讲一个代，阮规公司办公室内面，逐个人搭好笑咧，摸咧笑安尼，我到底什么代志安尼啦？然后，因为一个美国同事的时吼，去墓园游园去要孝念因祖先，咱知影美国人因孝念祖先，去墓园因拢用怎个方式？献花嘛，献花安尼，当然献花有真侪意义嘛，无相樱花有无相款的艺术嘛，去墓园当然是孝念因的祖先嘛，若讲做母亲节献花父母对表达对妈妈的感谢安尼嘛，若讲查某囡仔送花互查某囡仔时，就表达迄个爱情安尼嘛，所以献花有真侪无相款的艺术伫遐咧这是美国人迄台湾你感觉迄台湾人伊的父母伊原伫美国过身台湾人这父母咱偌济迄个庄卡无读册的父母拢迄个教生出迄个博士囝安尼所以都无容易囝儿留学美国比较有成就将父母接去父母伫遐过身这做囝儿时当然嘛是真友好所以就清明去伫遐过。伫遐过往时伊就接待人方式转伫迄个墓园内面，排出山珍海味安尼啦即个美国人一去的时感觉足奇怪这是墓园呢，这毋是公园呢。你若伫遮去过年去安尼你若伫遮野餐安尼啦后来想说，毋是，台湾人因这是咧拜因祖先，拜因祖先是这美国人是伊搁较纳闷，美国人是咱知影真直啦伊想袂晓的时阵，伊就甲问这台湾人，伊就真直咧甲问这个台湾人安尼请问你的祖先敢真正会食安尼啦？这个人不愧是咱台湾人真巧，反应足紧的。结果这个美国人问这个时候，心内足无爽真无欢喜安尼。心内讲，这个美国人你食过你嘛敢问这个话安尼？不过伊反应真紧你的祖先来开辟你的花我的祖先就开吃啦。美国人献花，伊并无认讲伊的祖先该辟花嘛无迄个必要安尼嘛但是你家想看，这台湾人是留学生是知识分子伊敢认讲伊的祖先会起来吃？伊敢会安尼想？我想，无拄来想安那，伊祖先若起来吃安那，足叫惊死，对无？祖先若需要吃，咱即种做食法煞叫枵死，敢毋是咧？因为你敢好食着你遐济一年敢食着一摆你一工你一工敢食几顿？咱一工敢食3顿你互祖先敢一年食着一摆，若无工月食着70箍，祖先若需要食即种食法，敢毋是较枵死？伊若起来食，咱无惊死；伊若需要食，咱才枵死。用这种食法好食，到底是有效还是不好？到底是有效还是不好？根本是大逆不道嘛，敢毋是咧？敢毋是咧？是所以即摆我要讲到制度点来，祖先若需要食，真正咱这个食法，毋是叫做友好呢，反正是叫做不好呢。祖先若需要食，咱理所当然应该照三顿无食嘛。毋过咱照三顿无食，哪有法度呢？咱即摆饲个囝都饲袂起祖先偌济，祖先是恩代呢，算袂了的呢，对无？若讲祖先需要食，咱敢有法度供应伊食？过来
台湾人拜祖先拜到，啊，现在高门也几只济，手着一个款开几门是台湾行安尼。啊，但是美国人伊若无咧拜祖先，啊，现在伫美国是你去美国敢有听你讲是啥物高门遐过好遐伫啊？无啊，哦，所以这实在是拢真特别咱在书的啦。哦，啊，个人讲，伫咱这轮回观念内面，我拄有讲过啊。哦，伫佛教观念就是讲，人过往了后，手气开长了，缘分就断啊嘛，翁某缘就断啊，爸囝缘就断啊嘛。啊，缘分断的是因就搁轮回去啊，啊轮回就去做别人子孙啊，啊你去拜啥人？对无？哦，所以。而且伊轮去做别人的子孙，做别种星座的人，甚至做别种动物去啊。伊甲咱祖先的迄缘，就甲咱切断去啊嘛。啊，到底安尼咧拜啥？所以我感觉讲，就是讲祖先过往了需要吃，这观念思想，咱需要好好来再说。我想咱今日听到这个。无说讲这个道，你能理解上，你搁较济搁去甲人分享。我相信有理性、有思考的人，伊马上就会咱了解。哦，好，咱即摆倒转来，咱倒转来，到底是安怎来制作？爱用这个家来表达。咱莫讲制作啦吼，那讲孝养祖先，是安咱就要用家的方式来表达。其实孝养祖先用家的方式来表达，这是有圣经根据的。而且我就是讲，迄完全是对圣经来的。像咱基督教教会吼，两大圣礼，倒两项，倒两个圣礼是最重要的两个圣礼，倒两项，洗礼甲圣餐嘛，对无？哦，洗礼甲圣餐，这是咱教会两大圣礼。哦，啊，圣餐是对倒位来？圣餐是倒位来？啊，圣餐就是对耶稣最后的晚餐来，对无？哦，耶稣最后就是先食最后的晚餐，哦，然后甲学生讲，这是我的身躯，为了恁拍破的，恁就行来纪念我。食了后，旁边讲，这杯是我的胃所设的食了，恁每遍恁要是就行来纪念我。是耶稣通过食饼，啉葡萄酒。叫学生来孝养伊，孝养的理性，拢是印象通俗的物件，才好记。哦，好，耶稣用这个老路互咱孝养，通过食组织来孝养伊。好，耶稣最后晚餐对倒位来？耶稣最后晚餐是伫啥物节内面守的？寒假节，迄是犹太人的寒假节的暗顿。犹太人寒假节暗顿等于就是咱过年暗的围炉，咱台湾人过年暗的围炉，迄就是线机伫逐所在，逐个人倒转来厝内，逐个人来围炉。所以寒假节是五旬节。圣神临教神社，因是寒假节对已经移居到外国去的人，因拢倒转来耶路撒冷，要伫遐倒转来过寒假节。过寒假节了后，10天圣神降临安尼。所以寒假节是犹太人因组织因的家族，组织因家庭组织的一个节日，伫寒假节暗暝的时阵，啥物叫做寒假节？就是孝念因的祖先，
迄捌伫埃及时做奴隶受苦，然后上帝要拯救因、讨放因，所以伫迄个要出埃及的前一暗的时阵啦，上帝吩咐摩西讲以色列百姓每一个家庭爱抬金箍，将迄个火抹伫门埋内面，抹伫门埋时啊，天灾来就搬去，无甲伊伤害，所以迄叫做搬过节。伫搬过节暗暝，因爱伫埃及食最后一个暗暝，即个暗暝是安怎？爱食啥物物件？你看出来就地先有三物件，一定爱食的。搬过节暗顿一定爱食，一个就是油锅的肉，就是因抬只油流位出来，油锅肉代表有表着将来耶稣基督要来救赎，再来爱食牛角饼，饼袂使有角，因开始要行远路有角的物件袂徛袂久嘛，牛角饼后来就代表着迄活命的理由，所摕饼做小这是我辛苦，过来，搁食啥物？苦菜，我咧想迄苦菜就是咱今仔台人过年拢食泡菜共款啦，挂菜，挂菜安尼，迄苦菜，谁食苦菜？纪念恁的祖先伫埃及受苦，所以搬过节的暗顿，上帝吩咐摩西讲：你爱甲你以色列人讲，世世代代守即个条例，所以才有搬过节的暗暝。所以搬过节暗暝，因通过食组织家族的人，然后组织来是要创啥？要创啥？两个最重要意义，一个是啥？感谢上帝救恩。第二啥物？孝念因的祖先，捌伫埃及受苦。所以搬过节暗顿，就是这两种意义嘛。搁来到耶稣最后晚餐的，耶稣留落这个无是感情，就是因缘爱发生，安怎？孝念伊嘛，后来伊替咱死了时，感谢伊救赎稳定嘛。所以耶稣留这个圣餐，伊就是爱咱感谢伊救赎稳定，孝念伊替咱死嘛。所以我相信，当人这制作，伊完全是对搬过节暗顿耶稣的圣餐演变来，因为迄个意思是共款的。咱家庭自救的时候，感谢神虽然咱因捌上帝，但是因来拜天公啦，啥物事因咧感谢这个神安尼。然后组织宗亲，来孝念咱历代祖先安尼。所以其实制作伊原来用的是通过食组织家庭的亲人，三个做阵，来感谢甲孝念的一个仪式。这种仪式其实你个人因有啊无？有啊，你讲因感恩节啦，因感恩节是因孝念上帝恩典，因移民到新大陆开始，第一年就过身一半，当地印第安人送来买鸡，送来农产品互因吃，因才活落来，所以因感恩节是哪？因感谢上帝，然后因食面内面拢爱食火鸡肉，迄个泡甜，玉米这物件，因只爱食这通宵物件，对吧？因为这是因当时印第安人送的这物件，因才活落来安尼。所以感恩节因们相反，因咧感谢上帝恩典，因咧孝念因的祖先对欧洲移民甲美国经历真辛苦的历程。所以我感觉这个制作应该是圣经内面这个意义流传过来，然后我
搁较微妙地方，吼，咱台湾人对死后向往是啥？咱台湾人对死后通常有三共同的期待，就是死后向往无烦恼、正清净；第二就是向往死后有人带路，哦，向往第三个向往死后全家会当团圆。毋过真遗憾的就是，即三项伫咱台湾的民间信仰内面，是伫咱台湾的宗教信仰内面，通讲是对台湾人即个期待完全拢忽略掉去。即三项咱台湾人共同的期待，却是伫咱台湾人的宗教信仰内面完全得袂到。哦，你看对祭祖，咱担心囝孙仔无甲咱祭拜。咱就诚做孤魂野鬼的惊吓。其实这咧讲正代啥物代志？咧讲正代志，啥物你敢知？就是讲，台湾人的宗教信仰也好，台湾人所拜的神明也好，并无提供即个死后的服务啦。无一个宗教，无一个神明甲你讲你这个虔诚甲我拜吼，你死后要烦恼，真清净我甲你包。有啊无？无哦，就是因为无，所以咱的习惯则惊讲囝孙仔若去拜，伊煞转变做妖怪无人食，敢毋是安尼咧？即件代志就是咧讲台湾人的信仰，台湾人的神明，伊并无提供遮个嘛。哦，咱的习惯则会囝孙仔若无甲因拜，因就变孤魂野鬼。如果讲因的神明，伊的宗教信仰是有提供遮个时阵，咱就免惊孙仔无甲咱拜啊，敢毋是咧？哦，咱基督徒咱就无即个烦恼嘛，敢毋是安尼？哦，好，第二，民间宗教咱若讲人过身的时候，特别是伫外地过身，哇，就赶紧爱创招魂引路。毋过咧，即个宗教人士，甚至包括我牧师啦，我会当甲你带到倒位？带到平安两名啦，对无？平安过身啦，我就甲你带。所以讲要期待，咱迄个即从后辈先至人来带路先咯。咱当然了解嘛，因无法度，所以咱面对死亡才很惊吓嘛。面对死亡惊吓，所以咱往嘛有人来带路。毋过问题是，即宗教的神职人员，因也毋捌行过阴间的路，因哪有法度甲你带路？第三。轮回信仰，我一直在讲，互咱将来团圆的愿望拢破灭。咱台湾人真重视伦理、家庭、亲情嘛。毋过轮回概念就是讲，将来死后咱就是缘分断啊，咱无法度去三甲斗阵啊，咱无法度做爸母、做阿母、做囝儿。所以轮回对咱台湾人来讲，迄是一个如残忍的代志啊。互咱将来。拢无机会斗阵团圆啊！好，毋过咧，真感谢上帝是啥物？咱的信仰满足了咱当然即三个期待。咱耶稣伫约翰14章内面宣告的，非常丰富，当然期待伫咱当然宗教信仰内面都无袂当得到，多。就是伫咱个信仰内面，耶稣所讲的话，互咱得到完全的满足。约翰14章，也安讲啦，耶稣讲恁的心内无咧背叛，无咧忧愁，恁信上帝也毋信我。我爸家有一个厝地，我若无，我早就甲你讲了，我去甲你避难所在。耶稣替咱有伫往生大的所在。迄个大个所在，毋是3平4平迄种豪宅耶稣咱避难的所在是啥物？圣经讲啥物？迄是水无比的啥物？豪宅呢？是大间的厝呢？毋是这个蛟龙迄种的呢？这是耶稣甲咱避难。第四，耶稣
引带往生的路。耶稣讲：我去为恁避难所在，就必过来接恁到我去。耶稣是讲，就必再来哦。伊毋是讲，刚才我再来甲你带，反正我来啦，毋是哦。耶稣是讲，我必定过来带恁。是耶稣的，为什么耶稣会当带哦？伊哪？只有耶稣一个人，对天父的家来，道成肉身，成做人，然后死而又复，第三日对死搁活上天。所以这条路敢若耶稣行过尔嘛，所以伊才会当带咱行这条路嘛，伊才会当带咱行过这个死人的山谷嘛。因为耶稣又行过，伊才会当带路啦。无行过这条路的人，伊哪有法度带路？如果讲一个旅行社，逐个讲要带你来澳洲旅游，甲你新的哦，我这导游澳洲捌去过，你路带袂？免嘛，其实耶稣行过这条路，伊才会当甲你带路，咱才会当放心互伊带嘛，敢毋是咧？第三，耶稣应允咱将来往生的团圆。耶稣讲：我伫遐，恁也拢伫遐。所以耶稣讲：我是真理道路，我是道路真理活命。若无经过我，袂当倒转到爸遐。通过耶稣这条路，咱明白真理，互咱会当得到永生的活命。这就是耶稣今仔日应允互咱。耶稣这个应允，满足了咱台湾人对生命教育三种的期待。这是我42年前伫溪湖学会的时阵，拄着一个见证。这个囡仔19岁，你来看，骨架30多了，像熟死过安尼。拄马街病院，后场马街病院遐二姐，这个老爸透早就来甲敲，讲先生，敢会当请你遐二姐了时吼，带医生来甲阮囝看一下安尼。我去的时，迄个医生。家就边啊讲，先生，这我无法度，你才有法度。我讲你著法度，我哪有法度安尼啊？伊的意思是讲啊，就传福音互遐啦。这个医生啥物人你知无？就是马街护校校长陈汉香。迄当时伊还未信主，因为还未信，伊当时才做中医师尔。这个家庭，我后来伊个陈医师讲，伊给1礼拜时间。我上帝互伊1个月时间，到1个月逐工去甲伊读到伊，就来甲伊讲，将来你要去的所在。这个囡仔，伊就穿较好，爱去倒转去去家。像因老爸佫透早就来甲吵，讲先生，阮囝毋知是破面久读较歹，还是怎样？讲透早对我讲，一定爱赶紧叫你去永安爱叫你去甲伊洗脸。然后伊讲永安天使好，伊看见，坐着大车，叫伊接伊转去安尼啦。因老爸就讲伊乌白讲安尼，我因啊去因兜，又甲伊做啉酒咧，拜拜洗。换衫，咱人要过生日煞在厅边，因老母甲伊最后一件衫，最后换衫，最后才去甲丢开去因老，全当陪伫因老母的眼前。因老母讲说，这个囡仔若无死，伊会先死。毋过当伊的囝当过时，伊讲，伊老母，我生到这500斤这6工全即是恁交伫安尼啦，全偷盗。农历7月天，规家伙来信耶稣。这是我的老爸，25讲8年，感情，有感情的时阵，医生甲伊讲，阮爸健保卡毋捌用过，着感情了时，医生甲阮剩3礼拜，当然有生活治的时间，全从上会从迄听了去，一个时间到处团拢去做见证。1年后了的时阵，搁倒转病的时，医生讲剩3礼拜时间，伊就甲医生讲，医生，多谢你，你拢免甲我回来，我已经比较好，要倒转去去家啊。是3礼拜，
亲人朋友甲伊手了，伊就是甲祝福，伊就是甲祝福。啊，然后过身前5天，这是过身前5天的相片，这是自由诗歌刊的半版。哦，迄当时真少人做生前礼拜，阮老爸开先锋。哦，伊后日我甲伊再转去溪州爱故乡去做生前的对事礼拜，啊，伊伫遐做见证。这是伊5天前，你过往5天前的相片，5天前，迄讲到咱吼，迄个讲遐苦有够开来咧。伊甲我足欢喜，恁毋是来瞻仰伊个。哦，恁来我会当甲恁祝福安尼，啊，所以逐人排队互伊祝福祈祷安尼。啊，迄是自由时报因记者的老爸住伫阮爸爸隔壁带伊，人安尼要死来人，还佫安尼，吼，全倒边采访安尼，啊，这是自由时报顶面安尼。啊，5天后，伊甲上帝讲，上帝，我4个孙仔拢伫国外，你听我4个孙仔拢倒转来。我甲祝福了的时阵，主伊才带转，真正最后一个孙仔伫哈佛读博士班，最后一个到位，甲伊祈祷祝福了，迄个伊一直咧储存力量，甲伊孙仔祝福了时，2点钟后，目睭紧开，耶稣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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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分钟后过开。这是台中文殊公庙董事长。86岁来信主，一直大家文殊公服侍，文殊公50年，逐工透风落雨，去伫遐共解说枪支。86岁的时阵，一边带伊送这到后病房，死都毋接去。伊知影伊接去时阵，我就出来。啊，当然伊知影，伊讲医生我度救，文殊公我度救伊啊。啊，带伊。毋敢困，伊伫遐目睭瞌落时都毋知去倒位，惊，啊，拢全袂困。信因媳妇教我刚刚，后生做医生，媳妇后生媳妇信主，因媳妇讲妈妈，我看你真艰苦，我下你祈祷啦，互你吼，我求我耶稣，互你好困。因妈妈答应讲好。你替我祈祷，想要到讲祈祷落时，因媳妇祈祷还袂了，即个婆婆困甲哭出来，啊，即个婆婆就是讲因为是因媳妇家牵手，所以才有安全感，全好困安尼。想袂到讲天光目睭紧的时候，因媳妇困伫边仔，困甲哭哭叫。伊开始说：莫非我媳妇的耶稣昨晚来，整夜牵着我的手？出名了时，全来信耶稣，啊，都参加着阮爸爸个袂信，全回来信耶稣。来洗礼时，伊请伊的庙的董事拢来，然后办7礼就请。庙的董事吼，甲我讲啊，牧师，我们这个老大姐信你们耶稣哦，我们哭了3天3夜。我讲免哭啦，你都做一行做人来信耶稣就好啊，安尼啦。来，咱来读一遍。空虚的人生，这是明朝悟空法师的心态。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田也空，地也空，换过多少主人翁？名也空，利也空，转眼荒郊成土地翁。这是咱台湾一有名的女企业家得癌症，去日本静养6个月之后回来。伊 FB 来po的时，我无时看到了时，专甲介写做安尼。来，咱来读一遍，来，来下面这个来，大声来读，来，金也空，银也空，积财在天不落空；妻也空，子也空，又能天家喜相逢；田也空，地也空，天国产业主人翁。名也空，利也空，荣耀冠冕复神风。这是咱信主的人好习惯的所在。有土地希望来讲，就是这个困境，这是回家。困起的时，大家讲，我困起的时，见到阿爸爸去，我就心满意足。
困境已经回到阿巴夫哥预备的豪宅，所以有道对祖先的态度，咱家人看生前一条刀，也计死后拜地头，但是生前尽孝，死后孝良，顺中对远，按对到咱性命的源头。哦，所以信咱基督徒毋是无公妈，只不过是无公妈拜那点。咱爱拜是咱拜着人类共同上大的祖先，就咱天顶的阿爸爸上帝。所以归根到底，咱基督教信仰像孝顺父母、纪念祖先、敬拜天父。基督徒人生观是啥物？来，做阵来选个，来信耶稣，活得真好。死了不好，来，甲你跟他讲咧，信耶稣活得真好，死了更棒。来，甲别人讲一下哦，来，大声讲。活得真好，死得更棒。这个天天真欢喜，信耶稣真正好，是活得真正好，总是阮知影，把手给开灯。更较水，因为你带阮倒转去好得无比的天家，你让阮明白这真理，让阮能坦然来面对阮将来所要去的所在，也将这个恩典福气收赐阮在座每一位，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叫咱来回应上帝的话。咱来吟圣诗453首，请起立吟全首。主
事现的当中。因为大家平安，我来简单来报告咱较本会的消息吼。其他的当当事方吼，咱就会甲同学即咱家己看，咱家己看。今日感谢咱今天的王总务师来甲咱中间做真好信息的分享，代表教会真实多谢。来，咱来继续看。过来，咱跳咧看吼，第4点吼，家长的成长班吼，咱继续咧上课，兄弟姊妹咱继续会当来参加。过来第5点吼，咱过来4月初7后礼拜吼，4月初7，咱就要举行即个受难周吼，到迄个礼拜就是受难周吼初7拜5，咱要伫明志教会举行吼，所以咱因为爱统计即个圣餐杯饼吼。因为咱是西一区5间教会，迄个明志教会，因咧新的礼拜堂，所以邀请兄弟姊妹吼，咱就来参加，所以爱登记麻烦兄弟姊妹等一下咱要参加的吼，兄弟姊妹伫咧即个公告栏遐登记，公告栏遐登记，这真重要，因为拄则咱牧师嘛有讲着，伫咱的信仰的即个过程真重要即个国外节头前的遮个。一个节气受难周所以特别分求邀请兄弟姊妹来一定来参加大家拢来登记。这是第5点，第6点就是咱伫4月初2，就是咱后礼拜咱要来举行清明的对书礼拜兄弟姊妹，咱厝内面要对书会听这相片即个礼拜这是写今仔日节旨啦毋茫讲会当佫过几工拜四进前来节旨毋茫兄弟姊妹，咱嘛是做伙来参加后礼拜过来就是4月初9，国外节迄天咱7点透早7点，即摆我看登记的人，咱要做朝阳礼拜，登记的人敢若20位尔过去差不多拢50位左右所以毋茫兄弟姊妹，可能咱即个疫情的关系嘛毋茫兄弟姊妹，咱要重视遮个重视遮个礼拜煞拢去公告栏遐登记公告栏遐登记。来，过来咱来看即个当然迄天咱的国外节迄天，咱有即个洗礼圣礼典有洗礼，甲收圣餐，咱联合礼拜华语场、台语场，咱做联合礼拜。这是咱的报告。过来看后面即个所在，今仔日下晡2点20分，咱有一位兄弟40岁过身伊
因兜全家拢还袂信主，敢若是信主，而且伊真用心咧追求信仰，所以就敢若亲像拄则王牧师咧讲的吼，即个兄弟已经伊拢完全交托互主啊，吼，但是伊的厝内面的人还袂信主，吼嘛邀请兄弟姊妹，咱也会使1:20分，咱做伙来参加伊的告别式，吼，甲因兜的人鼓励安慰，吼，即摆差不多登记40个兄弟姊妹，吼，要来参加，毋免登记啊，无要紧，咱就来参加，吼，咱讲会当做阵来安慰即个教会，吼，叫胡世明兄弟，吼，胡世明兄弟。好，伫厝内面调用的遮个兄弟姊妹，牧师就无要搁签名吼，注意的遮个兄弟姊妹，请咱家己看，吼，咱来看温州的金句，来，请做伙来念一遍温州的金句，吼，预备，来。注释吼，即点咱来念上扬510首，请起立来唱全首。念之后，请王牧师来祝祷。圣神的上光，甲咱请大家三个一个，对即时到因世代父亲，阿门。
学生几号？今天是娱乐吗？娱乐几号？娱乐拿1号，你要拿4号？1号。哦，1号。今天有无线的乐器吗？3号。子祥有吗？只有木吉他。木吉他几号？钢琴是8号。钢琴应该我改，钢琴是，这个都我改，我改2号。然后 Apple 也是4号，那3号。OK， 3号吗？现在。那你乐1号 ，Apple 姐2号，我3号。钢琴先谁用2号？钢琴先。好，3号是我，3号是我，3号是我，Apple 姐是几号？2号。就是感觉那个 vocal 都拉太大，然后后面整个拉太大，变拉小一点，所以气先放出来，吉他用那个第4个，吉他用第4个，猪的那一个。子祥几号？木吉他还没弹，弹了吗？弹的。你是7号。37。7号已经开了。有吗？你再讲看看。这个钢琴先放出来。再试一下。钢琴吉他。钢琴可以哦，钢琴可以。吉他，来吧。吉他。没有吉他试看看，因为我刚没办法。